讲一嘴思念的茶，配一片故乡的话，用上亲的母语激出生活的甜。欢迎收听《故乡生活大故事》。要行对阿母的听候，天乌乌，雨粗粗，身躯淋甲淡糊糊，要行紧迈大步，无张弛人跋倒，车一台一台咻咻叫，灯一拍一拍直直照，心一个一个哭哭着。我也哪路望袂着，额头对天一直问，这条路哪会遐尼长？有厝是要安怎转？摸着啊，搁跋一倒，搁挺一摆，较艰苦嘛毋敢哀。天愈乌，雨愈粗，身躯咧响乌寒雨，较细步，较紧到，要行对阿母的听候。咱今仔日故乡生活大故事第104集，欣赏的是家己的韩文老师所写的《要行对阿母的听候》。选入去，咱邀请韩文老师为咱来介绍这首诗创作的背景甲含义。写这首诗，我是看到一个情景，有感而发。看到一个手举拐仔的人伫雨中咧行路，我感觉讲这个人伊是应该讲毋是正经青梅可能是剩几分目，个若像中风的款，伫雨中咧行路，我感觉足可怜的因为我是赛车赛过。迄个时间，我看到迄个景，我就感觉讲，人生嘛有遮苦的人啦吼，足毋甘的，所以我有感而发。伊的身躯已经淋甲淡糊糊，淡糊糊，咱华语讲湿透了，全身都湿透了，伊要行紧袂大花嘛，行袂大步嘛，一个小可较紧的人就跋倒无张弛就是无细意嘛人就跋倒毋过呢，伊跋倒，车呢一台一台一直咻咻叫，灯呢一拍一拍一直甲伊照。伊的心肝呢是惊甲皮皮喘，伊跋倒，我也阁望袂着，有够可怜毋过呢，伊足坚强，伊毋惊，伊阁挺一摆，较艰苦伊嘛毋敢爱出声，天愈乌，雨愈粗，伊身躯像乌寒雨，乌寒雨就是天气非常的冷，足尔寒，雨阁落甲足大，先怎讲像乌寒雨，因为迄雨足粗的，都是有重量，佫寒，
所以讲看到足毋甘足可怜。伊就是讲袂使行伤紧嘛，伊举拐啊，佮行动无方便，目睭佮无方便，所以伊较细步，颠倒较紧到。天黑黑，雨粗粗，身躯难甲淡糊糊。要行紧，迈大步，无张持，人跋倒。车一台一台咻咻叫，灯一拍一拍直直照，心一个一个哭哭跳。管仔哪会拢忘袂着？举头对天一直问：这条路哪会遐尼远？有厝是要安怎转？忘着啊，搁步一倒，搁退一摆，较艰苦嘛毋敢哀。天愈黑，雨愈粗，身躯咧闪。黑寒雨，较细步，较紧到，要行对阿母的听候。车一台一台咻咻叫，灯一拍一拍直直照，心一个一个哭哭跳。管仔哪会拢忘袂着？韩文老师这首诗内底有一寡特别的台语文用字，顺下去咱继续邀请韩文老师为咱来讲解。要行对阿母的听候，听候就是等候，或者是等到某个时刻，咱会讲听候。这要行对阿母的听候，就是讲。我是甲伊倒装句啦吼，阿母伫厝诶咧听候伊，伊赶紧，足想要紧转去到厝，一个一个哭哭调发抖，这个调要怎写？调就是左边一个走路的走，右边一个兆，千兆兆，一千一万一兆，那个兆就是叫做调哭哭调，就是发抖的样子。伊跋倒，我也阁忘袂着，有够可怜吼。毋过呢，伊足坚强，伊毋惊，伊阁挺一摆，这个挺。就是用拐呀，把身体支撑着，使他不要再跌倒所以这个挺安怎写把衣裳的裳里面的衣服的衣拿掉，换一个牙齿的牙，就是叫做挺。天愈黑，雨愈粗，伊身躯像黑寒雨，黑寒雨。就是天气非常的冷，足尔寒，雨个落甲足大。这个像手部在一个帅脸的帅，就叫做像。像就是物件为空中当当安尼飘落来，叫做像。较细步。较紧到，要行对阿母的听候。
咱今仔日的故乡生活台语诗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韩文老师写诗兼主题讲解，府城小花女的三姊妹吟诗，专门去电台制作，公司主持。非常感谢你的收听，咱后一届再继续空中再会。